各位商會嘅朋友，大家好！8分鐘嘅銷售演講，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㗎喇。唔知你嘅開場白係點樣呢？大家好，我係上津培訓學院嘅 Steve， 我姓余，係咪咁樣呢？定一話係大家好，我係培訓界嘅 Steve。自我介紹嘅目的就係希望喺8分鐘之後，群眾對於你嘅專業同埋你嘅名字形成嗰個記憶點，知道咩時候可以揾你。今日簡單分享3個唔同嘅開場白俾大家參考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培訓界嘅 Steve。雖然我就唔係叫 Steve Jobs， 但我好多 Jobs 㗎。唔知邊個想要 Jobs 呢？請舉手。呢個第一招，將名字聯想成為佢已知嘅物件或者係名人，繼而帶動氣氛。第二招，1、2、3、4。我做過1間保險公司嘅代理人，2間保險公司嘅培訓部，創業3年多，今年42歲。在座有冇同我一樣都係創業3年㗎？在座有冇4字頭嘅朋友呢？透過1、2、3、4嘅技巧，加強對方嘅記憶。第三式呢個介紹咧就主要落去小朋友活動裏邊介紹嘅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培訓界嘅魚柳包叔叔。大家中唔中意食我啊？中意食我嘅請舉手。以上3種嘅自我介紹方式都係大約20秒左右，但每一個咧都會增加到群眾對於你嘅記憶點，同時之間咧引發大家嘅興趣㗎。唔知大家係用啲咩方法做你嘅自我介紹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啊！